讓我哋同心嚟祈禱。願我口中嘅言語，眾弟兄姊妹嘅心思同埋意念，都得蒙上主嘅悅納。祈禱係奉我主耶穌基督嘅聖名而求。阿門。歸請坐。各位弟兄姊妹，早晨。願我主耶穌嘅恩典同埋平安常與你們眾人同在。大家好，我哋感謝上主嘅恩典，讓我哋渡過風暴。今日大家平安返到教會，我哋參加主日崇拜。嗱，根據教會年曆，本主日係聖靈降臨期第17主日，但係今日10月5號。亦係農曆8月14日，係中秋嘅前夕。嗱，從今日開始一連3天，亦即係話咧，係8月14號係迎月，8月15係賞月，8月16號係呢個追月。幸好咧，係呢個颱風漸漸係遠離，相信天氣係將會好轉。希望對8月15中秋當夜嘅賞月唔會構成太大嘅影響。嗱，中秋佳節總離唔開月亮，就讓我哋由月亮係講起。我記得我人生第一首認識嘅唐詩呢，就係詩仙李白嘅《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睇到月亮就讓人諗起故鄉同埋身在故鄉嘅家人。詩聖杜甫嘅《月夜憶舍弟》話：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喺月夜當中，身在異鄉嘅杜甫睇到月亮就諗起憶念起佢喺故鄉嘅弟弟。詩人張九齡喺《望月懷遠》一詩當中，佢留下千古嘅名句。佢話：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月亮就勾起情人嘅相思。中秋佳節喺傳統中國人嘅社會裏邊係一個普天同慶嘅日子，而中秋節嘅晚上更係一個特別富有意義嘅時刻，因為每一家都會盡量喺呢一晚係合家團聚，共享天倫，一齊係食飯。相傳中秋節晚上嘅月亮更係整年之中最圓最亮嘅。咁當然呢個唔一定有科學根據嘅，不過呢個係一種信念嚟嘅。喺西方社會咧，月圓之夜咧係比較充滿神秘性嘅。西方人認為佢中意將神秘嘅力量、神秘嘅活動同月圓之夜咧係拉啲嘅關係。咁例如咧，啲人狼變身咧就喺月圓之夜係變身嘅。但喺中國社會，月圓之夜就比較充滿詩情畫意，係富有浪漫嘅氣氛。中國人比較係中意將月圓之夜同美好嘅事物係聯想喺一齊。例如花好就月圓，人月係團圓。詩句都有話：月上柳梢頭，就人約黃昏後。咁係幾咁浪漫呢？同你嘅心上人喺月夜咧一齊係呢個嘅散步啊，係睇燈咁幾開心啊！例如中秋節更係充滿住美麗嘅神話故事，比如係嫦娥奔月，或者咧喺瓊樓玉宇嘅仙宮月殿裏邊，又有玉兔同埋有呢個嘅丹桂樹。喺啲傳統中國人嘅心目中，同時喺好多中國文學作品當中，月亮似乎的確佔有一個好重要嘅位置，係一個特殊嘅標記。咁咧第一點咧，同大家諗就係咧，月亮似乎咧可以係超越時間嘅限制。月亮一方面係象徵住貫通古今嘅標記，喺時間歷史嘅洪流裏邊，月亮
似乎係永不磨滅嘅。正所謂古人不見今時月，但係今月就曾經照古人。幾多我哋嘅先聖前賢，幾多個歷史偉人烈士，無數古代嘅英雄豪傑。嗱，今日我哋再見唔到佢哋嘅蹤影，但係時至今日，我依然可以睇到月亮，而呢個月亮更係曾經照耀過呢啲嘅先聖前賢、偉人烈士以及歷史裏邊嘅英雄豪傑。換而言之，月亮似乎係可以超越時間嘅限制，唔同歷史時代嘅人都可以仰望到同一個嘅月亮。月亮係貫通古今嘅，睇見月亮，我哋可以發追憂思之情，追古代憂思之情。嗱，另一方面咧，嗱，月亮又似乎可以超越空間嘅限制，係唔受空間嘅侷限。我記得咧，喺我仲係好細個讀小學嗰時候咧，有啲嘅係益智嘅兒童讀物嘅，咁咧應該就好似係兒童樂園或者係良友之星。我喺嗰啲兒童書裏邊咧睇到一個咁嘅故事，嗰個故事嘅大意咁樣話嘅，佢話有一隻嘅小船去啟航，係離開呢個嘅碼頭。嗱，冇幾耐，嗰隻小船就拜別咗碼頭旁邊嗰棵大樹，因為小船同大樹嘅距離係越嚟越遠。開行咗一陣間之後，小船再睇唔到嗰棵嘅大樹。嗱，跟住小船就向整座嘅建築物呢個碼頭嚟道別，因為小船同碼頭嘅距離亦越嚟越遠。又開行咗一段嘅時間，小船再睇唔見碼頭，睇唔清楚碼頭呢一座建築物。跟住小船就向碼頭背後高大嘅青山嚟道別。最後呢艘嘅小船開出咗茫茫嘅大海，四邊一望無際，只係見到水平線，連整座高大嘅青山嘅影子都睇唔到。小船就感到非常嘅孤寂，覺得自己只係茫茫大海當中嘅一葉孤舟。呢個時候，天上嘅月亮姐姐就開口對佢話，對呢艘小船話，佢話：小船弟弟，雖然大樹叔叔、碼頭先生同埋青山伯伯都先後目送你遠去，與你離別，但係你無需要感到害怕或者感到孤寂，因為無論你去到邊度，我依然會陪伴你，照耀你嘅航程。小船聽咗之後就感到非常嘅係有安慰，因為佢發覺到由佢啟航開始，月亮姐姐的確由頭到尾都喺佢頭上高照耀住佢，係冇離開過佢遠去。冇錯，上邊嗰個兒童故事的確係襯托刻畫出月亮與別不同一個地方，就無論你去到邊一度，晚上月亮依舊會照耀你嘅前路。我唔知大家做小朋友嘅時候咧有冇咁嘅經驗啊？就係咧，你發覺你點樣行到咧，個月亮都喺上高嘅，唔會離開嘅。再者，一對好朋友雖然分居兩地，彼此睇唔見對方，但佢依然可以睇見同一個天上高嘅月亮。人會受到地域同空間嘅限制，但係天上嘅月亮似乎就唔受呢一種嘅限制。正如宋朝嘅文學家、政治家蘇東坡佢嘅詞句所講嘅：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呢個係《水調歌頭》裏邊嘅詞句。雖然大家可能係身處異地，相距千里，有萬水千山嘅阻隔，但一對有情人或者兩個好好嘅朋友，依然可以喺唔同嘅地方，同樣仰望住同一個嘅月亮，互寄情懷，彼此祝禱。正所謂明月千里寄相思，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嗱，以上都係一啲有關中國人以及中國文學作品當中對月亮所賦予嘅象徵意義。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我哋唔單止係中國人，受到中國文化嘅薰陶影響。實際上，我在座當中嘅我絕大部分都係基督徒，我哋有機會接納基督教嘅信仰，認識耶穌基督嘅福音。我哋信主嘅，我哋好清楚知道
其實月亮只不過係受造物之一，係被宇宙萬有嘅真正主宰上帝所創造嘅。正如詩篇第8篇嘅作者詩人佢話：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月亮星宿，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呢個係詩篇第8篇第3節同第4節嘅記載。嗱，月亮正正就係上主嘅創造物之一。嗱，其實真正能夠貫通古今、超越時間洪流嘅係上帝，同樣真正能夠突破空間以及地域限制嘅，亦都係上帝，因為上帝係無處不在嘅。無論你身處何方，上帝嘅聖靈照樣係陪伴你、護佑你、掌管你嘅前路，你嘅人生前程，其實都係上帝掌管嘅。事實上，月亮亦會受到時間以及空間一定嘅限制。比如喺地球嘅某啲地方，我哋依然會睇唔見月亮。喺白晝喺呢個嘅日頭嘅時候，又或者喺農曆嘅每月嘅約喺月尾，即係30或者初一左右嘅時間，我同樣會睇唔到月亮嘅光芒。但係喺基督嘅真實信仰裏邊，喺上主無窮嘅大愛裏邊，藉住上帝嘅聖靈，我哋確實可以同古今中外嘅眾聖徒連成一體，合而為一，共同分享聖徒相通呢個心靈團契。無論係現在我哋側邊嘅弟兄姊妹，喺遠處嘅弟兄姊妹，甚至係安返天家嘅弟兄姊妹，我哋都係喺呢個聖徒相通嘅團契當中。各位弟兄姊妹，嗱，我哋教會可能有部分嘅兄子已經移民海外，又或者有啲嘅年輕嘅學生都可能打算去到海外係升學進修。但係我相信喺上主嘅大愛裏邊，喺聖徒相通嘅團契裏邊，唔論我哋身處何方，我哋永遠都係主內嘅肢體，永遠都係聖靈裏邊嘅弟兄姊妹。我依然可以彼此祝福，互相代禱，喺唔同嘅地方嚟共同見證基督，係仰望上帝。正如喺呢個普天頌讚，我哋六普頌裏面嘅第411首嘅繫連妙結歌嘅歌詞所講嘅，佢話：福哉繫連妙結，在主愛中同心，教會聖徒心靈團契，在地如同在天庭，信眾在父座前，同心虔誠祈禱，同一艱難安樂關心，同一希望目標，大家分擔憂患，大家分肩重擔，大家共灑同情之淚，大家憐惜悲傷，信眾生離死別，不像世人哀痛，天上人間藉主同心，離別終必重逢，脫離憂勞苦罪，我們共享自由，完全有愛，統治人天，經過萬古千秋。嗱，上面嘅歌詞所講嘅，就將我哋信徒有信仰嘅人，藉住聖靈係連結喺一齊。呢個係信徒之間嘅互助互愛，係信仰嘅行為，係信仰嘅力量，亦係喺聖靈裏邊嘅團契，係上主奇妙嘅大愛。而呢一切都係源自我哋嘅創造者同我哋嘅救贖者，我哋嘅上帝。喺中秋佳節將臨嘅時候，中國人大多數渴望可以人月團圓，但係對於基督徒嚟講，其實每一天、每一日、每一刻，我都可以喺聖靈裏邊係團聚，呢個係共享團契嘅喜樂。最後，讓我以一段嘅經文嚟總結，盼望我哋細心去思考同埋去咀嚼呢一段聖經嘅話語，係以弗所書第4章1到6節。上帝藉住聖使徒保羅嚟勸勉我哋歷代嘅信徒話：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嘅恩相稱。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上帝，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讓我哋安靜片刻，讓我哋用心去思考上主嘅話語對我哋嘅啟迪同埋提示。阿門。主曾教導，縱使我哋嘅信心猶如芥菜種子那麼細小，也能發揮功效。我哋嘅禱告也一樣，憑住信心，主必垂聽。請為各國領袖祈禱，求主使當政者能本着理性與良知，建設國際嘅秩序，謀求人類嘅福祉，唔會做出違背上帝公義嘅事。特別喺發生戰爭嘅地區，讓和平得以實現。主啊，求你憐憫，垂聽我哋嘅禱告。請為環境污染問題祈禱，求主使各國政府同埋相關機構不再採取不聞不問嘅態度，能積極合作，有意願同埋意志解決日趨嚴重嘅生態危機。主啊，求你憐憫，垂聽我哋嘅禱告。請為心靈破碎嘅人祈禱，求主為佢哋包紮傷口，俾佢哋安慰，並因為認識主而更願意親近主。因為主係醫治人心靈同埋肉體嘅上帝，佢哋因得着醫治，就能去安慰別人。主啊，求你憐憫，垂聽我哋嘅禱告。請為重建香港嘅經濟同埋市民嘅生活祈禱，求主使特區政府施政得當，市民亦願意付出意願，失業嘅人得重拾機會嘅工作嘅機會，老弱嘅得照顧，人人都睇到生活嘅方向同埋要走嘅道路。主啊，求你憐憫，垂聽我哋嘅禱告。請為教會全體信眾祈禱，求主將使命栽喺各個人嘅心裏面，使我哋常常思想主嘅話語，並決心做主所託付俾我哋嘅聖工，一齊建立滿有愛同埋關懷嘅信徒群體。主啊，求你憐憫，請為患病嘅人同埋心靈受創傷嘅人祈禱，特別為本堂嘅獻安教友祈禱，求主施恩，使佢哋得醫治，亦都賜安慰俾病者嘅屋企人。主啊，求你憐憫，垂聽我哋嘅禱告。請為離世者祈禱，特別為本堂嘅教友莫谷生小姐祈禱，求主使佢嘅靈魂喺主嘅懷裏面得享安息，喺天國裏面永遠與主同住。主啊，求你憐憫，垂聽我哋嘅禱告。我哋亦為自己所關心嘅事同埋人祈禱。
主啊，賜我哋信心，教導我哋謙卑，使我哋知道若沒有主嘅同在，我哋就沒有能力承擔主嘅託付。願我哋所願所求蒙主悅納，我哋嘅禱告蒙主垂聽。呢啲都靠住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少少嘅教堂事務嘅報告啦。今朝早咧，阿莫牧師就落咗去主日學，就同一班年青人咧有佢哋嘅每個月一次嘅青年崇拜，所以咧阿莫牧師今日咧就冇喺我哋當中。提提大家咧，就下個主日我哋一個好特別嘅禮儀啦，有個醫治嘅禮儀，早堂同午堂都有嘅。你早堂翻唔到嚟可以翻午堂，午堂翻唔到你翻早堂咁樣嚇。咁我哋有個塗油醫治嘅禮儀，都係一個聖餐嘅禮儀嚟嘅。咁咧，如果大家你有認識你嘅朋友、你嘅屋企人咁咧就甚至你嘅同事等等你都可以喺藉着呢個嘅醫治禮儀當中咧，都為佢祈禱咁我哋幾位牧者咧都會為大家係祝福按手咁咧就係表達上帝嗰份對大家嘅接納、寬恕同埋咧嗰份嘅醫治。大家知道咧，醫治同拯救呢個字咧喺希臘文咧都係同一個字嚟嘅，叫 sozo，S-O-Z-O 都係解釋放、解醫治咁咧解拯救都係同一個字嚟嘅。我哋本堂嘅教友莫谷新姊妹咧喺9月30號離開咗我哋啦，安息主懷。佢哋嘅家人咧係安排咗喺10月13號星期一上晝10點鐘喺香港殯儀館係舉行個安息禮，隨即咧都會係進行呢個嘅火葬禮嘅。喺度咧都請大家為到谷生姊妹咧係祈禱求主都安慰佢嘅家人當中我哋好多認識嘅谷生嘅。如果大家當日有時間，都邀請大家係出席佢個喪禮。堅振禮咧就喺11月1號，咁嗰日咧就係星期六嚟嘅，亦都係諸聖日。咁咧就我哋就下晝咧，我哋有堅振禮，謝主教咧就會出席我哋堅振禮啦。咁就之後咧，我哋都有一個簡單嘅茶聚嘅，所以喺度咧係呼籲大家都一齊嚟到見證我哋有好多嘅弟兄姊妹領洗咗噶啦，但係未行呢個嘅按手堅振嘅禮儀，咁咧主教嚟為佢按手堅振，咁我哋出席咧都係一個好嘅見證，喺度特別邀請大家預留呢個日子，11月1號諸聖日星期六嚟嘅，晏晝3點鐘。咁因為堅振禮嘅緣故咧，所以我哋就亦都有個堅振禮班嘅。咁咧我哋分咗3個部分㗎啦。頭嗰2部分已經做完，第3個部分咧就係講到基督嘅使命觀。我哋每個信徒都有一份使命嘅。咁咧莫冠文牧師咧就會有3次嘅聚會啦。咁咧就分喺早午堂中間嘅時間。咁大家可以咧朝早翻到嚟食咗早餐 ，JCC 嗰度有早餐嘅。跟住咧就我哋就可以上呢個嘅堅振禮班。任何弟兄姊妹都歡迎參加㗎，唔係因為我要守堅振禮所以我會出席嘅。任何弟兄姊妹有興趣嘅都可以出席呢個嘅堅振禮班。下個主日開始有連續3堂，下個嚟緊呢個主日咧就會講信徒嘅職分。咁咧就11月之後咧都會有一少少嘅安排咧。就如果大家記得上個星期我哋有全堂嘅退休，我哋都講到祈禱呢樣嘢，咁大家有機會咧做啲寫作嘅練習，即係寫禱文。咁我知道咧禮拜堂以往咧，我哋會眾禱文咧都有弟兄姊妹咧幫手寫嘅，咁啊非常之好咁咧就咁點解又編寫一啲會眾禱文咁樣？其實都讓大家了解下多啲關於會眾禱文嘅格式咁樣。咁我哋希望咧禮拜堂可以多啲弟兄姊妹一齊寫作咁啊！我又陪住大家一齊寫作啦。咁所以咧喺11月開始咧，我都會安排未必係每個主日，但係咧都係早午堂中間時間。咁咧就如果大家有興趣係
寫一啲禱文，咁咧就係我哋可以喺崇拜當中可以用得到嘅。咁咧，如果大家有興趣咧，記住出席。咁咧就遲啲有詳細資料俾大家啊，同埋日期啊、時間等等呢啲嚇。都報告好多次啦，禮拜堂咧，因為要配合翻即係教省嗰個嘅呼籲啦，就將聖公會前面呢幾個字前面再加翻香港，因為我哋喺政府個註冊喺稅局註冊咧係香港聖公會嘅。咁其實20幾年前㗎啦，咁一路咧我哋都冇一點跟進，我哋好多嘢做咗，但係喺銀行嗰度咧我哋就冇乜點做，咁所以咧就因為大家你所收嘅收據咧有機會咧係稅局會彈翻俾你㗎，因為少咗香港兩個字咁所以為咗配合翻教省嗰個呼籲啦，如果唔希望大家你報稅嘅時候咧彈票啦咁樣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你寫支票嘅時候咧記住寫香港聖公會聖保羅堂咁係多幾個字㗎啦，咪當練習書法咯，係咁寫下字都好嘅咁咧就所以記住加翻香港聖公會英文香港聖公會加翻呢幾個字落去。11月我哋有我哋嘅選舉啦，牧區議員選舉11月23號係11月有5個主日，第4個主日，咁咧就大家記住咧，咁咧就可以有選舉。咁所以咧禮拜堂都有一個候選人嘅名單出咗嚟㗎啦。咁遲啲咧就會有全堂嘅註冊教友嘅名單。咁每次教友咧就係有投票權嘅。咁但係投票邊啲人咧咁樣？咁我哋就有個候選人嘅名單出咗嚟㗎啦。咁呢度咧請大家都俾大家知道啦。同埋咧大家都可以參與嘅。如果呢個名單上面係冇佢嘅名，而你又覺得有某個弟兄姊妹咧係好適合做牧區議員嘅喎，應該都可以喺候選名單當中咧。咁你可以揾5位弟兄姊妹我5位都係要註冊教友嚟嘅咁咧就係聯名，咁咧就可以提佢個名上嚟，咁我哋就會將佢個名咧加翻落去候選名單嗰度㗎啦。咁請大家都注意呢樣嘢啦。咁亦都記住11月23號我哋咧就有選舉嘅。咁咧就因為大家完咗崇拜咧，不妨攞落去 JCC 嗰度咧。我哋其實琴日開始到今日都有一個嘅一切美麗光明物嗰個嘅畫展嘅，係我哋嘅教友蔡國潔兒Catherine 咧，佢大多數都係佢嘅作品嚟嘅。咁有啲佢媽咪啦，咁咧就非常之靚，好全質，好多都係同動物世界有關嘅。因為琴日咧我哋有一個嘅祝福動物嘅祝福禮，咁當中咧有成50幾60人出席啦。咁幾乎位都唔夠坐㗎啦。咁亦都好多動物啦。咁琴日非常之安全我冇俾啲狗咬過如果以前試過啊嘛，咬咗隻手咁樣琴日冇我啲主人都好識，即係啲主人就好好都知道邊，即係知佢有機會咧，佢都同我講定先嘅咁樣。所以我哋幾個牧師咧都完全健全地完成咗呢個嘅活動。咁亦都好開心嘅喎咁好多弟兄姊妹咧帶佢嘅寵物翻嚟咁好開心一齊去交流分享。我哋期待咧出年咧我哋都希望邀請埋主日學嘅學生，佢哋屋企我相信有好多寵物嘅都邀請佢哋翻嚟。咁咧就出年咧就睇下會唔會我哋都會考慮再做一次㗎啦咁我可能就用咗 JCC 下邊嗰個嘅小聖堂咧 chapel 咁樣大啲地方咁樣喺度咧多謝大家，亦都多謝咧係Catherine 咧去即係佢有呢個嘅展覽。大家如果崇拜咧，都歡迎大家落到去 JCC 嗰邊嗰個 cafe 嗰度嗰層咁咧就去參觀。其他報告咧請大家留意週刊啦。咁同埋咧每個禮拜都另外一份咧，就係我哋1個月更新一次嘅啫。咁咧就係教省或者其他禮拜堂明華中華教育中心嘅消息咁喺當中。好，報告係咁多啦。